来关心民众党的郭文哲最近有表态，讲伊支持重新启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受正人的批评，讲伊立场是反起反倒。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批评讲过啥拢会留落来记录。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认为讲，要打造咱台湾第二届的经济奇迹，是爱靠科技和创意。 提起主席帮甲专业主席，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台湾品牌商务创新高峰会顶现亲民形象。致辞时表示，伫科技甲网络时代，企业需要当作为行销创意科技才会当徛在。那我真的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合作，利用包括创意、包括科技、包括人工智慧，以及包括其他的工具，一起打造台湾第二次的经济奇迹。 民进党郭文哲下昼也促销本土游戏公司结合 AI 的发布会，也毋过台上话题犹原维持郭文哲反乌收，毋是反服务的讲法。立委柯显智批评郭文哲偷换概念，捌参与太阳花运动的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晶，讲出郭文哲伫公听会答题的内容，讲只要服务签落去，党也党未调，将行政院长所争取也发文，毋通讨好支持服务的候选人。所有逻辑没有改变。 那今天邱显智出来讲，这不是表示你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政客吗？贸易一定有优点有缺点嘛，所以本来就要想办法让优点增加，缺点降低嘛。大陆还是个重要市场，凡走过都必留下痕迹，画面会说话，很清楚的。柯文哲说过的都很清楚的，都会留下记录的。 总统大选战况激烈，也毋过侯友宜最近几份民调拢是第三。侯友宜正是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已经加入竞选团队2天，而且是家己亲自去拜托的，也会邀请马前总统当主席朱立伦等人担任经副主委。记者综合报道。